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呢，大家讨论客家实验白话语文研究伫倒哩名利与钱财同一个业障与功德一个文章，一诗一语用客家实验法对照录音75篇，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做个参考。一个本文篇係完全反映社會貪污以及譏笑騙出練達者嘅創意，一個客家實驗白話文，也係上課本教材之一啦。聽講在改久以前，台灣有一位姓吳嘅大企業家，在公司董事長室裏突然間心臟病發作，一時之間就來斷氣過身。只是董事長生前嘅財務完全冇做任何嘅交代與安排，就本閻羅王徵調到鹽府來。當吳董事長來到鹽間地府時，心中非常不平凡，就面對地府審判處理報道嘅地府官員提出強烈嘅抗議，並旁作旁聽人講審判的主管唔但應付執政行事，兩岸專制，不講民主咯，唔但愛徵召陽間的人來鹽間報道，為何事前一些通知以寬容的時間都冇呢？喺陽間的人都無法做任何的交代與安排，實在非常的不應該。像我就是一個十足的案例，地府官員當然看呢，也係一個言談抗議與惡劣的態度以後，地府官員也有一位感覺到奇怪萬分，在夜裏超這幾下百年以來，都唔是看過夜中嘅怪現象。其他官員又係異口同聲講，生意工上沒做多見，可是也唔是看過一個怪現象，感覺萬分奇怪。也為委屈的官員又台上喊，也為亡魂來自何方？牛頭馬面，兩位一個作難的人馬上回答，來自亞洲的台灣。中地府官員聽了以後，又異口同聲講，呵呵，來自民主辦上述的台灣，怎會安呢？中地府官員又異口同聲講，判案我有耐心，王有王理，出有出理，將計就計，耐心來判。所以審判呢，地府官員也就假作上司該回事嘅態度來回答講，照頭下所講，也係相當有道理，可是也係安呢，
至于坊间现在已经讲究民主这一点，阴间地府所有的执政者也是非常的了解，以后可能会有所同步改进，然后，不过，照五条道所讲的用意所在，唔应该是有乜嘅不满的想法而要求係嘛？董事長，唐嘅地府主管有按呢善意嘅回應，心中不滿之情一下之間就消失到長長，心情也變輕鬆而暗爽起來，也就大膽的向地府主管要求報告講，報告地府主管，應該記得，我係一時之間不能調來陰間地府嘅，我在陽間呢企業有一大嘢，相信唔但也有所了解，所以我來陰間報道之前，唔曾做任何嘅安排與交代。我想要求准我參加返魂回陽間一年，做財務等各方面嘅安排好嗎？地府主管聽嘅董事長嘅陳述以後，感覺到為官做事要有千里兼顧嘅道理。同時，記得董事長常常要求一年，嗰才本董事長誤會地府執政者冇做事先通知等嘅理由，也就來啱頭同意了董事長嘅陳述與要求。不過，地府主管有相當誠意嘅表示講，現在已經來到陰間報到嘅，有關嘅一切詳細資料都收出檔案咧。為了答應返魂還間一案，希望能夠比照陽間法院嘅交保嘅方式來辦理交保手續，好冇？董事長談嘅按呢個條件與方式，當然心中高興，樂意接受並答應。又同時又再三感謝地府官員兩辦嘅大恩大德，更自讚嘆地府主管順從民意嘅德政，也就來辦理交保手續了。當董事長辦理填寫交保手續時，董事長就問地府官員講：等個文件書類還500倍，內容冇寫人報也係全部啊！地府官員聽了以後，態度也非常的客氣講，實在很實理嘅。本類交保案件，本府自從都唔是判過，也冇人要求過。係盤古開天地以來，申請返魂陽間嘅第一殺人。你看，一切比照坊間法院手續判理好嘅。董事長聽嘅這段話以後，心中感覺到這種大義之後，係天下第一好。
佢心中一直爽快起来。当然，董事长抵得交保一定系用钱包。董事长看了交保条文时，也冇看到条文中有写交保的金额，就向地府主管请教讲，交保条文规定要用钱包，到底系需要一多钱？也冇明文规定写清楚，往外让个来交付咯，交保咯。地府主管听了以后，那个笑眯眯的讲，本案事属特殊，强怕万一，就以现金1万元来做交保好嘛？董事长谈到交保金额只有1万元呢，实在也唔敢相信。同时暗中勉强讲，地府官员也唔是想，也唔是货，唔止爱替企业家董事长的身份增加，也就重复再问。答案也是确实安尼1万元。这时间，董事长心中虽然是暗爽，但暗中怀疑个签署金额用会安大喏。为了节俭，纷纷用件过要紧，冇时间再来计较这条事情呢。所以马上答应，就来签写交保金1万元，以签名同检核数字以后，马上就能付台的爱付现金1万元。这时间，董事长两手紧向3台的副台等地方命来又命去，都命唔到，身上又带半张钱。董事长心中一时触急，非常紧张又答，面色真强。头戏都头唔完，头也是以360度的火，全方位在紧转紧看。突然间，俺拄好看到隔壁间有一位非常熟识的财商大老板在这里等候书审判。当董事长看到这个事件，他心中真像吞下了一粒强有力的救心丸一样，心神暂安定下来。同时暗中紧想，蔡董事长2个人在用事的时间，自己财富比俺还高多，又到掏空公司几下百亿，既有文凭冇产生也是当久，相信依来严谨之前，在金钱方面应该是做有准备，顺带担保拿来争吵，也调价1万元的事情，应该不成问题。啦，是个安尼想。当董事长对隔壁间看到生前好友蔡董事长时，
心中很交插到怀疑与高兴的心情，就向地府主管请求讲：报告主管，非常抱歉，非常抱歉。交保条文规定需要以现金10000元作保，但到底我是突然间本等调来地府的，事先无做任何嘅准备，故所我身上也下分文都无，半点钱都无。身上虽然带有提款卡，但是我只嘅有无提款机，真系太伤脑筋，太伤脑筋啦！现在身上半点钱都无，系唔系做得向他人家转借来付款咯？地府主管有少少话讲，金钱本是无记名嘅财产。而转借付款哪有乜嘅不可嘅道理啊？董事长听嘅安尼嘅回答，心中又系暗爽高兴起来，又可以再向地府主管请教一下呗，来向隔壁蔡老板嗰里去调村呢？当在梁太董事长见面嘅时间，两人都非常嘅高兴，充分表现呢乜嘅喊到他乡异故知故地，他乡异故知嘅情景，一一表现出来。两人就以握手又搭握脚，激烈之情的相对待，讲嘅一些话以后，一些欢喜嘅话以后，蔡董事长对吴董事长嘅面色与眼神，略嘅记得吴董事长一声不出彩嘅样式，必然心事有少嘅所在，所以打断了讲话，就向吴董事长提问讲：吴董事长，系唔系有乜嘅心事？系嘛？咁么我看样全身唔出彩咯。董事长听嘅蔡董事长一种关心嘅问话，全身感觉到也系一种友情嘅可贵，真系难得。所以就唔讲减少，直接嘅回答讲：唉，还好讲，就是地府无往无出，一时间就将我调来阴间，害我阳间的一切财务都无做任何嘅交代与安排。一个事情，我向地府主管申诉与澄清以后，答应我返还转阳间一日，来不做交代与安排。不过，需要以10000元来做交保，我一时本记得调来，我身上无带半点钱。也下无法交保真金，事关紧急重要，希望转借10000元本啊！隔夜多转来以后，就会马上还好嘛！拜托。蔡老板抵得嚟也潜在南方表现的机会，以快日子
前日只有10000元，马上朴树认可。同时对伊讲，我等以前在用电时，两啥都是企业界嘅数字工嘅人物，又是好兄弟，哪怕是1000万元，我也會馬上應付賠償。蔡董事長講對一點，董事長聽了以後，心中信心十足，同時在向蔡老闆在用電時家財萬貫，並冇產生當久，必定係帶當多錢來能爭吵。專家意思應該係冇問題，啦。當董事長想到專家意思，應該要完全呢把握。繼續再談當時兩人在用嘅呢豐功偉業，講到一半嘅時間，看到蔡董事長嘅精神表態，真像全身不滿跳蚤嘅後尾一樣，緊張嘅將兩手向身旁所有嘅唾液變來變去，最後蔡董事長神情緊張，並緊搖頭向董事長致12萬分的抱歉講：董事長啊，兄弟啊，自我來到地府以來，都唔是用過錢，那係唔係根本嘅提到金錢一事，我也冇感覺到我冇將凡間的錢財冇帶來，掠下哀傷的專家1萬元，確實係無法達到你嘅要求，專家1萬元。當董事長聽嘅蔡董事長這種嘅講法，實在也無法度來相信，險分析，振作精神才支持再問蔡董事長，結果答案分明還是一樣確定。當董事長聽了以後，一時生呆起來呢，當久，並暗中怒氣與懷疑，馬上又用緊來到陰間，在隔一個時間，就不忍求情呢記得當時蔡某人在用緊時，凡事必有周全準備嘅人，馬上佢係填表嚟啦，填表嚟有錢，也係有人冇準備，冇帶來嘅呢，董事長想嘅當久，雖然有蔡董事長再三嘅解釋與實例，董事長也係冇法度來理解，最後帶論失望嘅心情，打頭回地府主管嘅嚟去。董事長在冇掉到頭村，又暗自身上轉去嘅路上，突然間，三神又有讀到一位蔡勇士某太幹好朋友，這時節是佢心中失望失意嘅心情，還唔全消失，但係看到聽到一位太幹好友嘅好友
就家门闲谈之下，一时心情又会爽快起来，并穷下讲起杨戬以前的事情。同样，专家报警灭外人时，又想此事的，向一位先生好友来出一笔之力，并想起一位个官朋友在杨戬时间是贪官出名的，其所练嘅钱财真系富甲一方。情况又同蔡美人一样，是偏无产生嗰种，人来严谨报道的，所以为了反封杨戬一事，也就大胆开在要求专家1万元，乃伫当动一开在。一位太官又随时摇头叹息讲：闲话讲，我在杨戬时，虽然不发他们很多钱，富甲一方，但是事到今不日，我1.5厘的都无带来。颠倒野戏的贪图敛财派得嘅罪名，到一下天父还一項詳細採嘅審判，海外在嚴謹本佢哋親像鳥鹹菜一樣。本天父嗰人鸟的一叫，董事長知嘛？敢知？愛同愛加1萬元，本往愛對奈了我本咯，壞事，真壞事。董事長專家一時冇結果。果不一將就轉到，就多轉天父主管面前講坦白講，報告主管，挨頭下去個急迫事，拄好有2位楊氏嘅好朋友，一人都推辭講，來嚴謹都冇帶現金來，其他位人。我又唔識，交保險亦是按樣嘅來處理咯。天父主管聽嘅一句話，心度的人啊都唔掉，就開懷大笑講：冇人啊，此盤古開天多見，我也。唔是通過凡間有任何一等人，將凡間的錢財都名為隨分帶來天父的呀，唔樣嘅按急，愛還分回凡間去處理生前嘅財物，愛處理嚟做乜嘅喏？當董事長聽嘅一段教訓以後，一時將分享了解其中嘅道理。到了董事長一時誤解以後，相思急尿屙血嚟一身強一樣，全身輕鬆起來，心情也平靜起來。天父都乜嘅喊到啊？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嘅道理呀。因此，大社會
纷纷飞用时间嘅念头。吴董事长非常感谢天父主管嘅启示，再三嘅叩请与感谢。天父官员看到吴董事长有那一种误解与个切实嘅表情，就小小嘅讲，再问吴董事长讲，还有乜嘅爱要求与上门嘅地方吗？吴董事长看到天父官员按好意与宽容相待，同时想到当初来到天父时，无理由台上批评天父判事，系专制不讲民主，是寓意是将调来天父等等不当语言与行为，再三嘅排斥你，以道歉、请求原谅等等谈论。吴董事长翻头看到鬼门关，听讲一个鬼门关隔壁有三寸法创意个嘅关押，真像一了拍布嘅本强风吹飘入来嘅黄昏，深深感觉怀疑嘅奇妙，就像天父官员强势讲：哎哟，凡间阳间黄昏，让为按都有答，用按个嘅速度入来天父咯，天父让我来处理案子咯。天父官员小小话讲，一个算得慢嘅啊！过去收费阳间黄昏，系以人工方式来处理，就像罗斯的天星曲嘅人工查号码一样，一页去翻。一人查生死簿，实在非常的麻烦，也下不必按辛苦的。也下已经利用太行天龙，同时刺痛实天阳间有人嘅上跟所有人呢书函，书函一到就刺痛回来报道，除非有一些房间人有证书与摘书嘅写书以外，全部都系自动化，一些都唔是操心与查错嘅有理。吴董事长谈到有证书与摘书，也唔知让我有增加书同减少书摘书嘅道理，就睇得咪向天父官员强求启示。天父官员又系含笑做答复，凡间的人善加证书，做好事的人会增加书，做坏事的人恶加摘书，所也是天经地义，用一个方式来发凡间的人，因为凡间的人贪生又怕死，即使认生不认死啊！在过去的时间，家家户户都有护士做军人，
做军也，也是明日信仰不离phạm家人。在phạm家人呢，投放3策来监視phạm家人嘅善惡罪過德行。善者就在證書，惡者就來監守書命。phạm家的人應該有所地的一個規律，但是吳董事長有懷疑講，依照官員所講，要為何phạm家當道，惡者顛倒，過長數呢？也有係樣板講，地府官員就當權的講，也嘅理由有2點。鐵律係作惡多端者，並唔係顛倒證書，還係伊嘅前世因果豐富許多，就像這樣事件，財富上億，那係耗費了幾萬元呢？一時也冇乜嘅感覺，實際上已經在耗費起來，冇感覺就起來。第二種人呢，就係這個做軍也，在嘅時候，phạm家有地位人，精通暗騙。那係萬一發現自己有做唔錯嘅事情，總是用手來撲打以砸人、M人自家嘅額頭，使令到頭上3策嘅神明無法來監視，造成了有一些失去檢查看所造成的。吳董事長又問：目前phạm家的人做法已經改用媒體又冇服侍做軍也唄，唔等讓我知道phạm家人嘅善惡罪過德行咯。地府官員見律師同見守講啊，phạm家人時常講，魔術的魔過一尺，拖過一床，下不勝正嘅道理。地府之爭也係隨着環境的時局嘅變遷，以做適當嘅調整。現在用緊家家戶戶雖然冇做軍也來監視，但係phạm家人投胎轉世嘅時間，都已經強制民人配置一套模型嘅磁帶，並在每一個人嘅身上，信仰不離phạm家人，一套磁帶嘅一個成功效率，比做軍也嘅監視更加精密而嚴格。凡是phạm家人嘅心度裡係相默嘅，也未必一夜處理起來，立項起來。哪怕心出不軌，心出裡想出冇正當啊，還唔前付出來做行動，也未必一日詳細儲存記項起來，在一個磁帶之中。至於行善作惡者，當然一時都唔會偵查，都是一日閉門關事，只有三審一過，數度感應，親像海關一樣，不必
不必那个啥卡那个卡位来录一下，自然全部都会显现出来。微生多杂，自然跑向西方极乐世界，恶果满杂，自然之中跌68层天佑，一行一行详细算账，一些都唔会糊涂，唔会有任何差错嘅呀。董事长唐嘅一团法，不知不觉之中朴树喊好讲。哇！天父办事真像善恶分明，执法公正，冇办事含糊与同情，就像天经地义嘅做法。董事长讲到嘅只嘅，全是蘑菇诶，啥见识识啦。同时紧泡泡向前讲，好彩哟，好彩哟！我在房间做，虽然是一个碌碌碌碌嘅从事企业，并三代员工，但也致力于模型嘅行善功德，根治唔会企图自作孽障，也唔是贪图名利而这顺土地嘅行为，那系无安呢？无安的人真好好嘅做人，到夜下争来讲，已经不堪实相嘅。那有从也下受到天父感人的安尼嘅后礼同太义农，根治感谢本天父本爱按无偏无痛，就来报道勇敢人所求，好生又好事。嘅意念，董事长根治体会到世界上嘅人，大多数嘅人强强地的认识以上不带来，西不带去，西不带去，名利以前财嘅，但唔知体会到无形之宝，就是上有带来，死也有带去嘅业障与功德。呢位董事长系伟大嘅企业家、功德家，而天父感人谈论多次，最后附送董事长去西天极乐世界。以上功德与业障、名利以钱财嘅道理，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做个参考。同时，一个本文是用白话语文所写，用嚟讲，用嚟写，不同族群、不同地方嘅人，就有不同嘅语与文安尼哈。假设文中有头多所讲嘅有不详细所在，大下本文地度里嘅主角呀，也有一个有10倍。本大家嚟做一个睇有30年，本大家嚟做个参考。以上感谢大家，谢谢。神夢按自西要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